現今科技咁發達，通訊咁方便，的而且確帶嚟好多唔同嘅資訊俾我哋。但係同時間對我哋呢啲舊年代嘅家長，亦都會遇到一啲唔同嘅新挑戰。唔好以為只係喺街邊或者學校先會出現欺凌問題，喺網絡上邊其實隱藏住好多睇唔到摸唔到，但足以傷害青少年嘅風險。尤其係而家嘅數位性暴力，呢啲唔單止講緊裸照外流咁簡單，仲可能喺社交平台被勒索、被羞辱，甚至被威脅。根據統計，2021至到22年度期間，數位性暴力嘅求助個案喺中學裏邊竟然佔咗一半。呢個數字唔係嚇大家，而係想提醒我哋做家長嘅，網絡世界其實係一個無形嘅戰場，唔好以為屋企有 WiFi 就能夠表示安全。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究竟我哋做家長點樣可以幫到手呢？作為父母，千祈唔好心存僥倖。正所謂最佳部署，最壞打算，唔好等到出事先嚟補救。平時同青少年傾偈嗰陣，可以慢慢滲入一啲預防意識俾佢哋，例如唔好淨係問佢考試考成點，而係可以問下佢今日喺 IG、抖音有啲乜嘢搞笑嘅短片可以分享，又或者問下佢最近有冇啲朋友成日揾佢傾偈等等。呢啲好似閒話家常嘅說話，但係其實係互相建立緊信任，幫佢哋學識分辨健康嘅人際關係。另一樣最重要嘅就係同青少年傾下喺愛情同身體嘅界線，唔好等到拍拖先至講，而係應該咧趁早分享。例如我哋做父母可以講下點去認識另外一半，點樣拍拖，點解會知道要組織家庭？呢啲唔係淨係單純嘅回憶，仲可以將我哋嘅過去成為教材，俾佢哋睇到愛係建立喺尊重同埋信任上邊。仲有一樣好實際嘅，就係我哋要教我哋嘅青少年人 say no。如果有人同佢哋講，你如果愛我，就 send 張相俾我睇，我哋可以同佢講，教佢哋點樣去回應。例如係，如果你真係愛我，就應該尊重我嘅選擇。呢句說話唔單止保護咗自己，仲係一種界線，一種尊重。最後最關鍵嘅係家長嘅態度，我哋究竟係做軍師定係做間諜？我哋越批評，青少年人就走得越遠。反而你願意用開放嘅態度聽佢哋講嘢，佢就越有可能主動去揾你。有喜事發生，唔會驚俾你鬧，反而會信你、靠你，咁樣先至能夠真正咧幫到佢哋。所以如果青少年發生咗私密相外流，第一時間做家長可能會好嬲、會驚同埋唔知點算，呢啲都係正常嘅。但係都請我哋記住，青少年人最需要嘅唔係你嘅責怪，而係你肯企喺佢身邊，陪佢走過呢一個最驚惶無助嘅時刻。因此影像流出唔係佢嘅錯，而係應該透過我哋嘅理解同支持，咁先至係佢哋最大嘅力量。